台南正统6年门性保庙，当年的元宵节拢有上万人会去抢春牛。今年庙方阁头一摆开设春牛工作坊，邀请道长公开来教民众做春牛，希望互大家拢会当了解到春牛阁有古早的文化。 抓头饲好安，照顺序看花脸，道长带大家遵照传统，先宣纸、连纸钉，落尾才做骨架、白春牛。这是做春牛的基本功。迎春牛是台南土城正统6年门圣保庙的重要民俗。因过做春牛，庙方拢委托传统工艺古纸保存者吴文正道长来做。这届因为着要甲祖先的智慧传承落去，头一届公开伫庙来做，甚至开放予民众斗阵体验古春牛的文化。 内底即个手艺啊，甲咱古早先人因所传落来的智慧，甲伊一寡来啊。非常有远见的，用这样子的工作方法，来让民俗用一个新的时代，那共为社会参与，让这个迎春牛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。因红色牛鞭甲春牛摔12下，万外人搭要抢牛皮，到单传承40几档。庙方讲来当抢到春牛身躯顶什么所在，拢是好结雕。每档的春牛寸笑甲色水拢无共，因拢是用天干地支落去算。明年甲新年，按说要做牛身悬4笑，长8笑。 啊，若春牛对头做甲好，爱4个月，做好了后，伫明年旧历过年第2礼拜会办野春牛活动。古春牛正福建是我今年要推出的寄望，就是大家拢爱有好的良心，好的想法，好的规划，好的规矩，咱的社会就进步，有向上的力量。道长指出，过去连续体圣保庙做23尊春牛，今年第24尊要参民众做伙鼓，互传承更较有意义。另外，每档的制定，道长拢完整甲保留落来。庙方按算未来要设春牛文化馆，甲相关资料展示互大家看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